浩康，我今年10歲，我中意做運動。Let's go！ 5大日常健康習慣，做運動可以保持身體健康，亦可以增強抵抗力。每日放學我都會抽時間去做唔同嘅運動，可以同朋友聯誼，又可以充實每一天。音樂同埋畫畫可以令我放鬆心情，舒緩讀書壓力，令神經系統容易恢復。假期會同家人朋友去玩，增加社交聯誼，見識一下外面嘅世界。我最中意食蔬果，食多啲生果可以補充唔同嘅纖維。大家記得要均衡飲食啦。而家已經差唔多晚上9點啦，係時候要瞓覺啦，因為我哋聽日要返學，早睡早起，身體好。Good night。5大日常你哋做到未啊？擁有健康體格，活出璀璨人生。